各位大家好，歡迎收聽香港股市透視，一個由 AI 自動生成嘅每日盤後分析。而家係2025年6月16日嘅香港時間下晝5點。今日港股市場全日低開高走，恒生指數最終收報24,060.99點，上升0.7%。恒生科技指數收報5,299.91點，上升1.15%。國企指數報8,729.99點，升0.86%。全日總成交額達到2,292.41億港元，反映資金流動性仍然充裕。港股喺多重因素推動下，成功重返24,000關口，市場情緒明顯回暖。從盤面觀察，今日權重金融板塊領漲，科技股亦都呈現低開高走嘅走勢。小米集團上升4.23%，快手升3.45%，嗶哩嗶哩升2.94%，而阿里巴巴、京東、美團等龍頭則漲幅有限。內房股表現突出，滬深300地產指數收漲2.4%，主要受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房地產發展新模式同埋政策支持好房子建設嘅利好消息帶動。遊戲股持續做好，低價遊戲股如吉星新能源03395大升200%，百勤油服升66.67%，延長石油國際升35.56%。此外 ，IP 經濟穩定幣概念股亦都有活躍表現。金山軟件升超11%，周大福升6%，恒基地產、華潤萬象生活、小米集團等均有顯著升幅。從行業板塊嚟睇，今日表現最強嘅包括遊戲、內房、科技同埋 IP 經濟相關股份，而醫藥外包、黃金股則表現較弱，藥明生物02269跌5.36%。金融、能源板塊持續受到資金追捧，銀行、券商、保險等紅利資產因高息優勢及政策支持，成為長線資金配置嘅重點。科技板塊方面，港股互聯網 ETF 盤中大漲超2%，交投活躍。金山軟件、眾安在線、心動公司、美圖公司等成分股升幅明顯。創新藥同醫療保健板塊亦都有資金流入，港股創新藥 ETF 近一周累計上漲10.19%，資金持續淨流入，反映市場對醫藥創新同埋高增長行業嘅關注度提升。市場驅動層面，2025年上半年港股表現亮眼，恒生指數年初以嚟累計升幅超過19%，僅次於韓國中指，全球領先。呢一波升勢主要受惠於多重政策利好，包括中國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長5.4%，經濟開局良好。國務院持續推動經濟回升，落實稅費優惠政策，激發市場活力。5月推出嘅科企專線，進一步便利科技及生物科技公司上市，推動港股 IPO 市場強勁復甦。上半年預計有大約40家公司上市，籌資額超過1087億港元，同比大幅增長。南向資金年內累計淨流入已經達到6755.53億港元，創歷史新高，成為推動港股上行嘅重要動力。南向資金重點加倉科技、消費及高股息板塊，騰訊控股00700、中國移動00941、建設銀行0939等藍籌同埋小米、阿里巴巴等科技龍頭成為核心持倉標嘅。地緣局勢方面，近期以色列同伊朗嘅緊張局勢雖然令到市場避險情緒升溫，石油同黃金價格齊升，但係對港股嘅邊際影響已經逐步減弱。短期內油價、金價上升推高通脹預期，但係隨住中國能源供給多元化，對本地市場嘅直接衝擊有限。反而國際油價上升帶動相關能源股受益，推動板塊輪動。若果地緣衝突持續，或者會加劇市場波動性，並可能影響美聯儲嘅貨幣政策節奏，進一步影響全球資金流向同埋港股波動。投資者情緒方面，市場整體風險偏好回升，成交量顯著增加，南向資金持續流入，反映內地及國際資金對中國資產嘅配置意願提升。公募基金對港股偏好持續提高，2025年一季報主動權益型基金加權港股總倉位已經達到13.51%，創歷史新高。港股市場估值明顯回升，日均成交額同埋南向資金流入均大幅提升，中概股持續回流顯著提高港股市場嘅成長性。
前10大科技巨頭公司流通市值佔港股總市值大約34%，但係市場機會高度集中，僅大約35%個股跑贏指數，反映結構性行情明顯，板塊輪動加快。市場憂慮因素主要嚟自3方面：第一，全球經濟同埋地緣環境不確定性依然較高，3季度可能出現較大波動。利率、風險溢價同埋企業盈利3因素，短期內或者係難以支撐市場大幅上行。第二，雖然政策支持充足，市場對中國經濟復甦嘅可持續性仍然有疑慮，尤其係房地產同埋出口行業嘅基本面修復進度。第三，外圍市場嘅流動性變化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走向，仍會對港股造成間接壓力。機構普遍認為，短期內港股或者重回震盪格局，板塊輪動將會成為主旋律。展望後市，券商同埋機構普遍睇好港股下半年表現，認為企業盈利嘅 U 型修復將成為主要驅動力。隨住更多核心標嘅上市，市場擴容，基金亦都需要進一步加大港股配置。若果3季度市場出現波動，反而係增配港股嘅好時機。結構上，科技、醫藥、新消費同埋高息紅利板塊仍然係資金重點關注方向。醫藥板塊方面，港股創新藥 ETF 近1個禮拜日均成交99.07億元，成為市場醫藥類 ETF 之冠。資金持續流入，反映投資者對創新藥同埋高增長醫療企業嘅信心。新消費、AI 應用、機器人、半導體等新質生產力板塊，亦受益於政策扶持及產業升級，成為結構性行情嘅主線。總結嚟講，2025年6月16日嘅港股市場喺政策利好、資金流入同埋產業升級等多重因素推動下，表現穩健，結構性機會突出。雖然外圍環境同埋地緣風險仍然存，但係市場整體風險偏好提升，資金流動性充裕，估值修復動能強勁。投資者需會關注板塊輪動，把握科技、醫藥、新消費及高息紅利等主線機會，同時做好風險管理，應對潛在波動。本節目內容由人工智能技術全自動生成，僅供資訊同埋教育目的，唔構成任何專業財務、投資或者法律建議。我哋致力於維持內容嘅誠實性同埋透明度，但係唔保證內容嘅完整性、及時性或者準確性。投資涉及風險，包括本金損失嘅可能性。喺做出任何投資決定之前，請諮詢專業財務顧問。